用向征海军营业的检问礼欢迎蓝队新队员入场，场面相当盛大。这是为2022年所成立的台湾男12车蓝队，嘛是南部唯一的渔轮蓝队基地。联合会由蓝队司令蔡明忠主持，宣布这届上新的国际联谊含海洋环境保护计划。蓝狮舰舰队是渔轮，已经有77年的历史。它现在的最重要的是3个目标：一是从事海洋运动服务；第二是海洋一些漂流物的一些废弃物的一些清除；第三呢是经过国与国的交流，促进国民外交，代替我们台湾突破台湾一些外交的窘境。台湾男12车蓝队透过航海活动，促进国际理解，希望成为全球渔轮社之间的桥梁，对着保护海洋做出贡献。当中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大赛、和菲律宾驻台大赛拢参与盛会，外交部嘛非常肯定。这支舰队呢，将为台湾的荣耀而努力，也会缔造更多国际友谊而航行而前进。国际渔轮旁听联谊会伫全球44个国家，有着115支军队，含3690名成员。伫台湾男12车蓝队已经招募将近100名来自台湾无同地区的渔轮社精英，未来将继续推动海洋环境保护，做出贡献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